拢伊传传，毋是讲拢伊直接度，有诶是伊会叫安尼叫啊，拢伊度诶。啊伊就是安尼咧，台湾伊毋惊做领导哦，不领导做另外领导诶人哦，伊分导安尼，伊度一个人哪度伊就是足有耐心诶去人度，所以今仔做工课度一个人用1年哦，所以度一个人就是度来生存啦。好，有诶做经理嘛，做经理啊，安尼做专门书啊，啊当时就是一手把干诶，会感动。所以你有一个精神好安尼度人无？啊，像我我就是说来电是 A 小，伊自底是嘛是80几年去印尼啊，差不多一个经理两个，啊因爱家有迄个超8万个户口名，啊爱家有去人讲，啊两个无同时出门，结果票共一只狗仔咬咧，吼，啊一个票咬着，再来我你来，你讲我票狗咬着，都一只狗，我迄种人都知影我共一只狗，嘿。两个拢叫啊，结果就嘛是，结果因伫遐2年外去一间，咱用心讲，较无咱一间，爱情较大间，所以差不多才遐呢。结果伊去的时阵，20几岁，迄50几岁的花头，拢叫伊小妈妈。所以今仔一个人，而且我因阮这个内面是A小吼，伊做查某囡仔的时阵吼，迄变化这样大。伊家诚好，啊，因为本来是公司做袂起，伫遐公司做袂起，啊，阮迄阵有1个月班，啊，伊就足听话的，啊，本来是以后去做袂起的时阵，嘛人甲做坏啦，啊，伊嘛讲吼，叫伊死人无结婚是无可能的，啊，我迄个大公司大啦，伊讲我有讲啊，我有讲，很是干这事啊，啊，伊讲伊头仔讲他不可能不结婚，结果呢？他现在已经嫁给到了，就是安尼个。啊，结果伊这就是个输赢，啊，伊发明迄个道理，阮等于搁甲调入去泰国，所以阮当时一个人传个道理，泰国一个道理，印尼搁一个道理，就安尼有种。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人生。所以有讲你今日家己的生命肯定到，你就有你家己的存在价值，吼，这就无共款。搁再来。别人不愿意就你愿意，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阮美兰，我发个美兰对啦，美兰的这个总经理，一个查某囡仔吼，安尼直直啦，啊当时阮开放印尼，阮领导就大家讲，现在要去印尼有一个人谁愿意？伊就我愿意，恰恰有去找恰恰，你就讲，你就心头真俩，你就讲啊你是谁？我说我叫邱美珠，结果会，对啊，这么厉害啊，领导以后，所以一个人家己的生命是到，就有伊的使命，啊伊行嘛无管，所以咱做事特别珍贵，牵动怪东怪西，啊，我都无读册，我若读册吼，我若像恁吼安那呢，咁真正新办都拢安读册，我捌读过，有读册变做。遐车拢是伊个收到的所在，真正听到的有读无读拢做，听到的有钱无钱拢同款做，所以这是上重要。所以你有做，你就会留下，所以这是一个上重要的所在。过来，所以过来这是咱的这个共产大师，是咱。也是98年时的一个父母，伊讲心，人心一念正，心就是内底啊，神在其中，因而监察之，呵护之。所以你有去修，有做来过在你边啊，你行到倒就有做。阮囝迄个上海的时阵，因内面有一个灵异体质的同乡，互伊当咱来做面啊，大家咧规划。啊！迄同学，大家咧开个讲的话，会讲来电话来，伊就讲出去。所以你有去做，先互咱大家保护着。所以上知父母，下知子孙，必自其父而后己。故正心即是神。你心啊正，就是神啊。啊神甲神的会亲，所以上重要，
你行好的路，你轻做，你拢甲神斗阵，你神甲你亲，所以吸收正能量。我讲这是一个，我讲阮今仔日上课，其中一个，阮有两个课，一个是第一届，一个第二届。上第二届迄个我报几啊伊遐其中一个，伊甲我伊个手吼，倒手，但是正手，倒手啦，伊个倒手吼，拢没有指节啦，为啥没有指节？伊挂三届，啊啥人挂？家己挂。伊讲伊前啊，刚才想要安怎教，想要安怎教一届互体验呢？因为他知道他就是纯轮。纯轮呢，就会吸收负能量，所以吸收负能量拢是无好的，无好的，人生的事物就拢是一种无好的，愈无好就愈哀烦，结果4个月，就甲伊鼓励伊来行道场，伊伫6月份参加法会，我当作就信心了。伊讲伊来到遮了，就感觉讲，慢慢伊感觉伊感觉足好的，所以因为只要闹赢。就去闹翻，伊就愈新就新名了啥，灶头买菜，人食饱生碗面，逐人都好直直做咧。真正我遐人，阮带嘛，人就甲讲，恁这个有够优秀诶，人伊足信心咧。只看到阮遐高峰指挥，阮高峰指挥像迄高峰指挥底吼，伊就问，我无话买一套字幕要来教我指挥，就逐项拢要甲人做安尼，就人答我吼，他就觉得他很好。就真正伊家己感受会到，所以这人有哪里？因为你主对就是讲无好的，会较一段，心一念之邪，以为在其中，因而欺之，因而拨弄之，所以你拢就无好的，叫鬼甲你弄，甲你使，所以你坐变其形象，夜变其梦魂，对无？你看到的拢是无好的，形象是啥？鬼是什么要互你看到遮鬼呢？鬼拢互你看一个无好的，看到这社会足黑暗。安尼你面对社会拢足失心诶，你看到拢无好的物件，你就拢无，所以你衰嘛，开始拢看无好的，人就安尼个。但你人你好运，拢看到人好的，你又愈想要做好的，这就对啊。所以啥？必量其后，故心结其之鬼，为以为相应。所以，讲你是要时常互你家己做事情，甲神相互，甲神拢互伊，也是要甲鬼互伊，这是你家己决定的啊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日，互咱顾查大先甲来讲这个生命的道理。就你家己做啥，拢是你家己决定的。搁再来，咱有想过讲如何道，要先降在的头前，天主故意。